呢，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安静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一起来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。
成为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不单单的想要看见主的神迹，主，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，单单的寻求你。主啊，祈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礼拜，都在你的手中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